我成日都會收到一啲 DM 問我阿卡西記錄係咪每一個人都會學得識嘅呢？我嘅答案係嘅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學得識。但係當然啦，有一啲人學嘅時候咧係會特別容易上手嘅。例如你本來就係好喜歡藝術方面嘅嘢啦，你會去睇書啦，會去畫畫啦，又或者咧接觸得比較多身心靈嘅活動啦。我哋習慣同內在連結嘅人係會比較容易上手嘅。咁但係如果我平時都冇做開呢啲嘢，係咪就一定得咧？我哋每一個人天生都會有直覺力，只不過我哋習慣擺低好耐，咁所以變咗一開始你學嘅時候咧，可能會覺得有啲難上手啊，或者一開始乜嘢 message 都收唔到啊。咁我自己教過18班嘅阿卡西記錄咧，我發覺同學咧有一啲人的而且確咧第一2日咧都係會比較難去掌握啦，難去接收到信息啦。咁但係佢去到第3日、第4日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發覺自己咧會慢慢越嚟越接收得多嘅信息啦，甚至喺1個月、2個月之後咧，佢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完整嘅解讀。咁所以最重要嘅係你有冇心去做呢一件事。如果你有心去學識呢一件事，係一定可以每一個人都學得識嘅。